这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仔日是邀请行政院主计总处针对删除地方补助款来做专案报告，但是朝野立委伫会议定序发言的阶段，都已经爆发着口角。调集委员赖士宝宣布休困了后，双方是愈冤愈大声，差一点就拍起来。 国民党立委陈天才和民进党立委赖慧元有暗领险啊徛无在，后壁张嘉宾继续骂，其他立委看到这个情形，赶紧将两人隔开。会发生冲突，主要是因为行政院通删的地方补助款。休息时，我们的预算通过，法定预算是不能删减的。 朝野拢无要烧让，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邀请行政院主计总处针对补助款通删的争议做报告。严国伟会议听书的发言，朝野都咧修正。调委赖士宝宣布休困了离开，放各管区代表伫遐等。千里迢迢而来，代表台中市民，却没有发声的机会。我想台中市民会非常失望跟气馁。那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多等待一下，看看后续的议程可不可以持续再开。 毕竟被台25%影响到地方的建设、弱势幼儿加老大人的福利财政的支出冇影响。想到的是儿童、少年、长辈、弱势，还有呢我们所谓的教育的预算，希望中央可以听到地方的声音，不要失信于民。 地方首长真不满，国民党立委斗赞声。另外，台北市长郑万安带9个县市首长甲代表，伫下晡3点外到行政院提出联合诉愿，希望中央会当改变态度，撤回发布的行政命令。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